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8。罗马书13章8节安尼讲：无得欠人什么，只有三疼，也是欠人，因为疼人的有尽律法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对疼人感觉要是亏欠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我满心感谢甲学罗你。因为你是疼的源头，是万福的本源。主啊，你用永远的疼来去永远，佮借着耶稣基督来向世间人显明你永无改变的恩典。主啊！愿感谢你，因你的疼，毋但赦免阮的罪，也教导阮应该怎样彼此相疼。主啊，这时，阮伫无闲甲压力中，话袂记得用疼做出发点，计较对人冷漠，甚至容易论断，失去耐心甲包容。主啊！求你赦免阮，改变阮的心，互阮通用疼来三款待，因为你爱阮，无得欠人什么，只有对伫疼人。爱怨也是欠人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